深水埗區係一個又潮又好玩嘅流行地帶。深水埗區係集休閒同懷舊嘅傳統文化地區。好多人睇深水埗區都覺得係一個舊區，其實深水埗區已經今非昔比，近年加入咗好多新嘅變化，感覺既年輕又可以保留到文化特色。呢度經常舉行藝術活動，嚟多啲，個人品味都大幅提升啊！旅社唔係淨係招呼遊客㗎，可以透過文物收藏認識社會變化。返學可以置身藝術天地，呢度嘅學生真係幸福啊！高科技電腦產品，深水埗呢個商場一向都係集中地。呢個公園可以帶埋貓貓狗狗嚟，主人同寵物一齊玩，好開心㗎。深水埗區雖然近年增加咗唔少新嘅變化，但依然着重保育，舊有文化得以保留，兩者交融，更見特色。可以睇下古墓，了解香港歷史。呢度既係旅店，又定期舉辦文化活動，充滿文化與自然氣息。重建後嘅蘇屋村兼具保育與發展，傳統嘅刀廠有冇見過呢？行到攰，嚟呢間有8年歷史嘅豆品廠，叫碗豆腐花慢慢彈。鴨寮街有好多電器同新奇嘢賣，最適合嚟尋寶。深水埗區出現嘅變化呢，又點止咁少啊？全靠深水埗區議會一直致力地區工作，令本區保留舊有文化，加入新元素之餘，更引入新設施，惠及民生。深水埗新舊交融，你我攜手，共建新天。